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嚟到我添 Sir 聊心室。今日咧仍然好開心，繼續有我哋嘅范德煒律師。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咧我哋就會傾一個咧做生意嘅朋友啦，都好關心，尤其是係一啲網上營銷嘅朋友咧，即係有陣時圍埋都有討論過嘅，就係以前喺我年輕嘅時候或者好細嘅時候咧，我哋做生意開間鋪頭，有啲人可能唔中意我哋，可能入嚟搞下局，咁我哋就報警拉佢啦。咁但係而家咧通常都變晒做網上㗎啦嘛，即係大家喺個鍵盤後邊就係咁講，無論係我自己啦，鍵盤戰士，yeah，無論我自己啦，我即係大家都知我開個直播講過係嘛，還是係我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啦，做生意嘅朋友咧，都遇過呢個情況，就係無端端可能一晚之間突然間有一紮假 account 嚟，可能抹黑啊，係咁攻擊。通常遇到呢啲情況咧，其實大家就好驚。第一個心理情況就係覺得哇，唔公道喎，我都冇做過，點解會遭遇啲咁嘅對待咧？咁我通常就話，即係以過來人嘅身份講就係，第一樣你要先冷靜，第二咧就要尋求我哋而家可以做啲乜。咁我個人認為咧，其實法律意見都好重要，因為有陣時我哋唔知道我哋可以做咩嘅時候咧，讓專業的來。咁所以今日咧，我想請教下范律師就係如果我真係好不幸地俾人哋網上係咁攻擊，尤其是最近我所認識嘅，無論係一啲治療界別啦、玄學界別啦，都哇好誇張。邊個啊？呢個好著名啊！好著名啦，係嘛？咁遇到呢啲情況，我試過問過一啲嘅朋友，啲朋友就話冇揾，唔使揾律師啊，你揾翻啲人拗翻去轉頭咪得咯。但係我係覺得咁樣個心唔係好踏實。好似唔係好踏實，所以我就想請教下范律師，就係如果我遇到呢啲情況，其實法律上邊我有冇啲乜嘢可以保護到我自己咧？網上抹黑涉及到幾個法律議題嘅。係第一個大家都知道叫誹謗。係誹謗，咩叫誹謗？就話講一啲説話係假嘅、虛構嘅，不是一啲真實嘅意見。不是一啲合理公平嘅評論，導致到呢個人或者公司咧喺相關人等嘅睇法咧係降低，令到啲人避開佢。呢個叫誹謗。Okay. 另外一個相關議題咧，近年係新嘅罪行，叫起底罪。好多時除咗誹謗之外咧，亦都會起底埋嘅。好多做生意嘅朋友，不停問我：喂，范律師，經常遇到啲咁嘅情況。無論係補習界啦，你講嘅玄學界啦。做 marketing 嘅有啦，都好多時會遇。做生意基本上你上網，你就會有機會俾人唱衰。你個顧客唔 happy 你啲供應商唔中意，或者你啲行家想砌低你，咁其實就會用呢啲嘢。誹謗你要揾個誹謗者而家網上高係有一個難度嘅，因為你未必可以揾到邊一個想誹謗你。有啲人俾人誹謗，佢會出封律師信，可能去個 Facebook account、去 IG account。有試過呢咁嘅情況，未必一定 work。當然你話喂去告佢更加難啦，你都冇地址，你就得個名、網名，係咪先？未必有一個預期嘅效果嘅。但係咧，其實好多時呢啲情況咧，涉及到名譽。其實根本就係講緊間公司個公共嘅關係係如何。有時候你俾人哋抹黑，你俾人唱衰，講啲假嘢，點解其實唔反而咧係出翻個聲明，講翻正件事，話喂其實我哋最近遇到一啲咁嘅事情，咁其實查實咧係點樣？首先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可以講清楚事實真相係點。第二樣嘢，你都話俾人哋聽一個正面嘅形象。咁當然好多時咧，啲人都可能會揾律師去出一個聲明。我覺得呢個係實際同埋應該要做嘅事情嚟。講翻正件事，同埋去反駁翻一啲虛假嘅嘢。咁點解咧？你做咗呢個動作，你日後無論係你嘅客戶好，你將來嘅投資者，你將來嘅伙伴，你將來嘅供應商咧，你都可以解俾佢聽啦。好似我見到你哋公司咧，以前俾人好似講過你咁喎。咁你可以話啦，其實我已經反映咗㗎啦，我已經回應咗㗎啦，當時已經馬上出翻個律師聲明㗎啦。呢個咧就好普遍。OK。再如果講進一個層面，如果你係一啲即係有知名度嘅人士，就更加應該用呢啲機會，其實開翻個記招，講翻正件事點樣好鋪排翻
嗰個説法，究竟個真相係點樣樣？同埋呢啲嘢當然係涉及到啲法律嘅問題，誹謗啊、起底啊，咁其實詳細就一定要諮詢專業嘅律師，或者做開呢一方面嘅律師。即係起碼第一時間我要聲明咗先，其實就係話俾人哋聽，喂，你哋嗰啲係不實嘅抹黑，然後因為其實抹黑好多時候其實個目的係咩咧？就係令到你身邊嘅人都覺得你有問題啊嘛，係啊，就係咁啊嘛，所以我要即刻就要有一個好嘅聲明去回應咗呢啲先，就算我唔能夠令所有人拜自己都好啦，有一日我都起碼話俾人聽，喂嗱，我一早已經澄清咗㗎啦，冇錯啦 ，OK，即時反應好緊要嘅。係，即係唔可以話有啲人就話我等佢自己唔講啦，清者自清啦。嗱，呢一個咧其實係喺而家嗰個網絡年代咧就不可取咯，我覺得。係，即係有陣時係停所謂嘅息事寧人，你停咧，我發現咗就係令到對方係會好似仲 high 咗，即係我仲更加不停咁樣不停咁樣鬧。咁但係其實我聽翻有啲朋友講啦，就係話點解我哋唔出聲明住咧？就係我好擔心，我出完張聲明，其實張聲明都係攞嚟俾人哋傳閱，跟住就俾人笑啊！即係嗱，而家攞錢打我啦，嗱佢基本上又告我哋，又告人唔到嘅咁樣，所以大家就好即係會有咁樣嘅睇法咯。其實做呢啲嘢並不是講緊什麼法律觀點，係講緊你對於外界批判嘅心態。即係我哋出嚟做生意，或者你話從政做任何事情，你都有機會係有人唔中意你。係你點樣去面對呢啲聲音？你點樣堅持自己嘅立場？你點樣堅持自己初衷去做好你要做嘅事？呢個好緊要。當你諗得清楚你自己係要做好你自己嘅事，當你對於你自己做緊嘅嘢係有個信念喺度，你就應該更加話俾人哋聽，其實你做嘅嘢係啱係正確。當然我哋唔係我講緊啲嘢，當然係你講緊合法嘅東西啦，係咪先？更加係講緊你係做嘢係啱嘅，係幫到人解決啲咩痛點。我覺得呢個係你做任何生意，你都要係有一個好清晰嘅思路，你自己做啲乜，唔好俾人哋動搖咗。係嗱，我又想問下呢個實際啲嘅問題。其實而家喺網路上邊俾人抹黑，我哋要採取法律行動，真係想追求翻一個公道，係咪真係比較難咧？而家暫時嗱，如果你要係提諸起訴咧，法律上都係要揾得到嗰個人係邊個嚇。OK，係啦。咁呢個都係有一個困難嘅，因為你要揾到嗰個人啊、送達啊。你話如果喺而家社交媒體，佢要提供俾你知嗰個人嗰個資料，因為而家啲社交媒體咧就唔係話咁多有晒啲實名登記啊、住址地址啊、電話啊、身份證啊，冇呢啲咁詳盡嘅資料。咁所以未必可以提供到俾你。咁所以始終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嚇。咁當然你話喂，要同法庭申請個禁制令，禁止啲人去講某啲嘢，咁可能你要真係要去到一啲比較係公眾利益嘅層面，你先可以有機會去攞到呢禁制令咯。即係你話你冇一啲特定嘅人嚇作為一個被告，唔係唔得嘅，有呢啲咁嘅案例嘅，但係你話係要去攞得到現實啲嚟講咧，就真係比較困難啲咯。所以我頭先聽阿范律師講啦，其實你就好講，反而就係我而家當下，除咗我做一個有力嘅回應之外，就好講其實個心態。咁但係我又想請范律師可唔可以舉少少例子咧？嗱，當然我唔可以開名啦，但係我過往都有代表過一啲客戶咧，其實佢可能係都幾頻繁俾人哋有啲負面嘅聲音，咁但係其實佢一路會係繼續做自己堅持覺得正確嘅事情。咁其實係睇你自己要諗清楚，你係做啲咩嘢？你本身係長處係啲咩嘢？你覺得你嚟到這個世界上，你個使命係啲咩嘢？咁當然喺咁嘅大前提下，我哋唔好話做一啲傷天害理嘅事，我哋堅持自己，咁呢個係好緊要，因為永遠喺網上嘅聲音有10把聲音，有3把係同意你，亦都同時間會有7把唔同意你。如果你個睇法係我其實有3個人支持我，
我做呢件事，多3個人支持嘅，有7個人可能唔同意。咁你要睇下究竟你對於呢7個反對聲音，你係點樣睇？如果你覺得其實佢只係反對聲音啫，唔同意我人一定存在㗎啦，係咪先？正如班裡面一班同學，我哋以前讀書40個同學，總有10幾個同學係唔中意我㗎，係咪先？即係睇下你去點樣去面對呢一件事。即係如果你睇通咗，你覺得其實喂，我行出街，我喺任何社團、任何圈子都係會有人唔中意我嘅。咁你只要係你覺得幫到你嘅，你攞到更多支持嘅，喺唔傷天害理、合法合規情況底下，咁你咪照做咯。OK，即係總之係對得住天地良心。你做嘅係正確，總會有知音人。OK，講得好好喎，真係，即係真係好好喎。其實去到最後就係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緊乜嘢？即係你，如果你自己都對自己嘅嘢冇信心，又唔知自己要乜，即係你嘅目的、你嘅目標全部你都唔清晰咧，其實就算有發生咩事，你都會覺得好困惑嘅。所以我諗今日范律師咧，即係同我哋分享個心態上，就係讓我哋明白到你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先？你對你自己嘅嘢有幾堅持咧？係咪？嗱無論你係我哋本身係做療愈嘅、玄學嘅，還是係任何行業啦，如果你都有啲類似嘅問題，咧，都歡迎你留言嘅。因為咧，我唔想今日咧阻阿范律師太長嘅時間啦，反而咧有機會咧，我下次再請阿范律師上嚟咧，睇下會唔會可以解答到大家嘅問題啦，係嘛？甚至乎你哋都可以私底下 PM 我嘅，有啲咩問題想問下范律師，好冇？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唔好阻范律師咁耐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